啟田村單位啱啱裝修好，即刻帶大家睇下啦！一入門右邊貼牆做咗個白色面木紋獅子櫃，每層嘅間隔都可以按照業主日常需求度身訂造，右側有個換鞋位，中空位可以放出日常用物品。櫃嘅最左手邊仲整咗個4層嘅直立式玻璃展示櫃。單位設計以白色為主，加上少少木紋做點綴。呢面牆身預留做電視牆位，下方就訂製咗一組木櫃桶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廚房改咗透明 PD 門，保留咗原有瓷磚做咗套 U 型櫥櫃。吊櫃同櫥櫃都統一咗用奶茶式做主色調。整個廚房空間好充足，之後煮飯洗碗都肯定夠晒位。近門位都預留咗擺雪櫃嘅空間，正對仲有額外儲物空間加位置，可以擺埋洗衣機。兩間睡房空間都好闊落，採光又充足，睇落都好舒服。右邊有書台，再放埋3尺地台床同埋床位嘅到頂衣櫃連開放架。床位櫃頂右側留咗位安裝冷氣機。呢間睡房都同樣做地台床配4尺到頂衣櫃，4格收納空間，再加埋3隻櫃桶方便使用。浴室鏡櫃左邊留咗裝熱水爐嘅空間，洗手盆地櫃就吊高少少同做埋趟門設計。沖涼位業主就選擇用浴簾分隔，避免空間太過擠擁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